跑了跑了跑了，没法吃，糟了糟了跑了跑了跑了，没意思了，太尴尬了。吃一个啊，它还活着呢。生枪，特别鲜啊，不是残忍啊，这就是食物链。夏天来了，我们这边那个大排档啊，都会有这样一道菜，生枪发排蟹，超级鲜，就是那个鲜味儿。吃的时候得小心。超鲜。腌的时间不够长，还活着呢，把它味道呛到里面去，那就入味了。再把它打开，打开我拍个封面。好，哎呦，又跑了，超级鲜，还得扣着。就是这个鲜味儿。别喷我啊！看上去确实有点残忍。